魏后说了，让你和舒公主一同出嫁，还让大王把金华台赐给你我成亲呢。听起来样样都好，只是魏后何时变得这样善心了？怕是大王已经允婚，干脆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少司命庇佑，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。哟，这不是皇公子吗？殷公主，听说大王已经给你赐婚了，月儿正要去给皇公子道喜呢。谢殷公主好意，成亲之时，我和月儿一定会请你去喝喜酒的。哼，用不着客气。喜酒呢，月儿当然是要喝的，而且会和皇公子一起喝。他言语古怪，这是何意？不要理他。走。哎，子谢，季伯，前2日大祭司把你和公主的八字做了纳吉，你猜怎么着？看年柱，你们是天合地合，你们的八字二神相生，互为喜用，一桩大好姻缘呐！劳累季伯了，子歇事后自有重谢。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6礼之后啊，我们就要考虑给公主纳征了。以礼试婚礼上对纳征是有规制的。虽说楚王不在乎咱们那点钱财，但那上好的玉璧、虎皮、鹿皮那是一定要有的啊。那是。还有锦帛，锦帛20匹够了吧？就20匹。接下来我们还要赶紧的禀于有司，告于乡老，好好操办这件事。不对，这八字不对，季伯，公主的生辰八字有误。怎么会？这是宫里送来的，字字金玉，板上钉钉，不会有错的。月公主是癸未年生人，而这上面是壬午年生人，日子时辰都不对。什么月公主？你手里拿的是殷公主的八字，你可不要乱讲啊！殷公主？哪个殷公主？季伯，我要娶的是月公主，芈月。哎呦，威后让大王赐婚的可是殷公主，不是什么月公主。你当着威后的面可是答应了这桩婚事的。哎，公子，我要见威后。公子不能进去。我要见威后。毛公子，这是高堂台，是你想闯就闯的吗？玳瑁公主，我要见威后。威后身体不适，不见人。有件事我要见威后问个明白。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，回去吧。威后身为后宫之母，你要给皇歇和月公主一个交代。这人真是疯了，把他赶出去。我要见威后。公子，走吧。威后，我要见你。威后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我来了。威后心里清清楚楚，皇歇倾心于月公主，可却言语含糊，偷天换日，这是为什么？打一开始，大王和我给你赐婚的就是殷公主，至于那芈月，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与我无关。我和月公主两情相悦，我向大王求婚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我非月公主不娶，月公主非我不嫁。威后仁慈，切莫毁了子歇的姻缘。你的意思是，芈月背着大王和我，早与你私定终身？这是王室之辱，大逆不道。威后误解，皇歇和芈月的婚事，大王早已应许，为何又突然变卦？王室之婚从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殷公主贤淑貌美，嫁与你是你的福气。子歇不想高攀，实难从命。你跟芈殷的婚事已是覆水难收，不要啰嗦，回去好好操办吧。威后，走吧，我累了。威后万万不可！
魏后身为后宫之母，怎可以个人好恶和一己私欲毁了别人的良缘呢？不要以为你是太子伴读，便可胡言乱语。后宫是我的后宫，规矩是我定的。把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给我赶出高堂台！魏后，魏后，魏后万万不可啊！魏后，魏后！因儿这丫头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看中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呆子，惹我生气。这呆子再不识趣，也拗不过大王跟威后。等成了亲，有殷公主管教着，他脑袋瓜子会慢慢活泛起来的。因儿这丫头，我早就看透了，做事心狠手辣，我对她不得不留个心眼儿。既然她非要跟这呆子绑在一起，那我就成全她，让她自作自受。一想到芈月会为此痛不欲生，我就觉得这桩婚事我非促成不可。上回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有些人活着比死了更煎熬。芈月命大，上次中毒不肯死，那就让她好好的活着，让她知道活在我手心里的滋味。可那黄公子不肯罢休，是得想个法子把那书呆子看紧，免得他再生出事端来。妹妹，别太难过了。公主，威后那边要您去商讨一下陪嫁单子上的东西，让母后自己定夺吧。那些珠宝玉器的单子，威后已经勾画好了，但平府的那些书籍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可是威后，母后再催你，你就说出嫁秦国，淑公主嫁妆一样不要。是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公子歇与你落到这样的结果，母后难就其责。威后不会放过我的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若是这样，公子歇的婚事落空，我出嫁秦国，谁还能顾你周全？我已经想不到那么远了。大王赐婚芈嫣，公子歇会改变主意吗？不会，这正是我担心的。他若拒绝赐婚，罪名就是违抗君命，大王会对他治罪的。公子歇娶你不成，抗命不成，那你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无路可走。都怪姐姐，那日祭祀少司命献舞，姐姐半真半假的肚子疼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和黄公子珠联璧合，谁料却弄巧成拙，反而让母后更加记恨于你。眼下还有什么办法是姐姐能帮你的？姐姐若愿意帮我，就找个万全的地方，让我再见子歇一次。好，姐姐来想办法。多谢姐姐。大王赐500卷书简给淑公主做嫁妆，内载列出的书目给威后和淑公主过目后却不甚合意，所以淑公主才要我陪着过来，亲自挑选。月公主说的是，根据楚国之历来规矩，给公主做陪嫁的这些书简不能是孤本，只能是抄录本。不然的话，公主这一陪嫁过去，咱楚国不是少了一些典籍吗？只是我这平府里的书卷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整理了，好多个书卷都只剩孤本，抄录的副本它就不够齐全。你说这临时要找这么多的抄录本，哪儿去找啊？为何无人整理啊？若是没有朝中大臣主事分派编修，布置世子抄录整理，小臣那些个粗俗不堪的杂役，怎么敢去动这些典籍呀？好了好了，带我周围看看吧。是，请。
子歇，子歇，月儿，子歇，我好怕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怕。在这宫里，魏后一手遮天，我真的怕她再伤害你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顶多以死抗婚。你我均不为死，奈何以死拒之？鱼死网破，只怕正好合了有些人的心思。我想，魏后尽管赐婚，但她困不住你的手脚，你可以逃婚，可以跑。对呀，既然眼下楚国宫中佞臣当道，我不如干脆藏之隐身，跟你一起跑。可是这宫里重重铁壁，魏后的耳目把我看得很紧，我就算能逃出宫，咱俩结伴相行，只怕连郢都的城门都没有出去，就要被他们抓回来了。可不会一点机会都没有吧？机会总会有的，让我想想。这几日，我都会以帮舒姐姐整理出嫁书籍为名到平府来，你我可以在这里碰头。好。假如我真的和子歇走了，你们怎么办啊？只要你们能走，不用顾忌我们。可你们打算怎样走？姐姐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也是男子汉了。只有分头走，才不会引人瞩目。只是还没有详尽的打算。这可行不通。你一个女儿家，路上何人照顾？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分头走，彼此如何联系？到哪儿聚头？更不要说你是个公主，魏后只手遮天，她可以用任何名目在楚国上下搜捕你，这样风险太大了。姑姑说的有道理，但事已至此，哪有不担风险的办法？最好是不要惊动魏后，能名正言顺地离开这儿。名正言顺？只怕很难。你们要抓紧时间誊写啊！是。哟，见过月公主。舒公主听说世子们正夜以继日整理抄录典籍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啊，月公主请看，这是刚刚整理完毕的吴国史册。这些呢？哦，这是越国史册，正在整理抄写之中。凡是作为舒公主陪嫁书籍，要让人先着手去做。那是自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孙子兵法。孙子兵法啊，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孙子兵法。当年孙武在吴国练兵，铸就了这套兵法，由吴王阖闾收藏于宫中。后来孙武离开了吴国，便有一些断简残篇，流传到世上。但这套完整的兵法呢，一直存在吴王的宫里。后来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那么这套兵书也就藏于越国，直到先王灭越，才将这套完整的兵书收藏于我楚国的宫中。既然如此珍贵，为何扔在此处无人问津？是啊，当年先王在的时候，是想找人来整理这套兵书，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先王就驾崩了。大王继位的这些年，一直无人问起这套兵书。幸好
舒公主的陪嫁书中没有这条兵书，要不然又得要多少人来誊写，忙手忙脚的，那也来不及呀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武士，教之以纪，而索其情。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教，五曰法。太子，敢问黄公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子杰正打算陪太子去平府查些典籍。哼，大王有旨，公子歇与殷公主大婚在即，威后特赐金华台给公子成婚，所以请公子即刻进入金华台，以安心料理婚事，闲人不得入内打扰。请吧。慢着，公子是我的陪读，此事我要去与父王商榷。太子，威后要小的传话，说是公子歇的事与太子没有干系，还是不要趟着浑水好，安心在南薰殿读书吧。公子，太子，无妨。请吧，公子。快去告诉芈月。是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月公主，皇公子被威后以筹备大婚为名，已经关进金华台了。关进金华台？包括太子在内，没有大王和威后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那这竹简和编绳破旧成这个样子，姐姐却把它当宝贝一般。这是《孙子兵法》，天下孤本，看起来不起眼，却是真正的宝贝。兵之行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滞留，夫兵行向水。水之行，必高而趋下。这哪句连着哪句啊？蓉儿念的不对吧？应当是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，必高而趋下。兵之行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滞留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水因地而滞留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对呀，说得好。什么说得好？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子歇被关进金华台，该是暂时性命无恙，但说明威后仍不肯对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放松。这几日我一直在想“名正言顺”这4个字。舒姐姐曾提议要我做她的应试，陪嫁去秦国，我没有答应。现在想来，只要能离开楚国，那便是海阔天空了。对呀，不如先假意赞同，让舒公主去睡转魏后那边。魏后若肯放手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楚国，你和黄公子就有了逃脱的希望。只是这筹划要不要告诉舒公主？还是先瞒她一阵为好，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风险。更何况万一事情败露，我和子歇是死活都豁出去了，但绝不能连累了舒姐姐。妹妹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好妹妹，这下可好了，姐姐这7上8下的心也算是掉到井底。我知道你一直为你娘亲的身份所困扰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我毕竟与他人不同，即便你跟我随应，我绝非会把你看成卑贱女子，你我依旧是好姐妹。将来你的儿女就是秦国的公子公主，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。姐姐，此刻我就是想离开这儿。什么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，我已经顾不上了。
不管怎样，你想通了就好。我会去母后处向她挑明此事的。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淑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二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淑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淑儿喜怒哀乐。秦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淑儿的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黄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难道母后一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说公主错怪了微后，微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淑儿，那就帮淑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，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有缘由的。芈月尚未出生，执掌司天台的太史令堂妹就预言，芈月是8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当主天下大变。芈月她从小心机和作为就异于常人，如果真应了堂妹的话，首先受害的便是我的骨肉。所以不管她在哪里，我的眼睛都大大的睁着盯着她，免得她兴妖作怪。她再一日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还要带她走？你太不知道轻重厉害了。母后，所谓堂妹的预言，从一开始就荒诞无稽，母后却偏偏自寻烦恼。芈月从小孤苦伶仃，母后更应该可怜她，年幼丧母，无人疼爱，对她格外开恩才是。却因为10几年前某人的胡言乱语，疑神疑鬼，捕影拿风，这是何苦？我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，如此苦口婆心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想气死我呀！淑儿原本还猜疑玉儿到底犯下了多大的过错，听了母后一番话，却更觉得她无辜了。淑儿心意已定，若母后不准，我就去向大王评理，望母后顾及母女情面，不要再阻止淑儿带玉儿去秦国了。今日我陪舒公主去看嫁妆，那些珍珠宝贝差点把我的眼睛晃瞎了。你呀，真没见识。去年我在微后那儿伺候的时候，跟着玳瑁姑姑去过一趟方府。你知道方府吗？当然知道，那是宫里头专门藏宝贝的地方。我在那儿看到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知道吗？听说这回大王赐给每个陪嫁应时不少好东西呢。他怎么没去领啊？看书看傻了呗。自从微后给皇公子和殷公主赐婚之后，他就心灰意冷，胭脂水粉一概不沾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用不上的东西给咱们俩。月儿，姐姐来了。我经过你的屋子，看到里面还有光亮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我想再看一会儿书。不就是一部兵书吗？女儿家又不带兵打仗，看它做什么？反正心里头闷着，正好拿它解烦。
上次月花台中毒，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好利落，当心再倒下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姑姑，何事？我是云梦台的魁姑，听说过些日子皇公子和殷公主就要大婚了，我们做奴婢的没什么好送的，做了些喜饼表表心意。啊，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了。公子，这是云梦台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西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，这些啊，都是威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哎，你看看这颜色，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别是用金银铜铁、西域流错8种制材做成，这些啊都是大王赐的。这赤玉珠串，还有这一套金饰，共有12件，这些都是娘亲留给我的。公主出嫁，这些嫁妆多风光啊！看起来跟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哼，狄公主有什么好呀？狄公主要远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这辈子想回楚国，跟登天那么难。比起来，我宁可不当狄公主。公主说的也是，恕公主这次走了，还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见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怜了，娘亲早死，又不为威后所喜，只怕是连个送她的人都没有呢。说的也是啊，跟她娘亲一个命，都是给人当陪嫁硬饰，没人送。哼，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哎呀，月儿姐姐，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宫里给每个应试都配了婢子和下人一起带到秦国去，你怎么一个也不要啊？月儿不会使唤人，姐姐若喜欢，留下自己用。不说别的，眼下若是有人照应你，这些针线活哪要你亲自操持？这是给蓉儿做的衣裳，蓉儿长大了，少年公子翩翩风度，
衣裳总要多备几件的。我这当姐姐的做的无论好坏，总是当姐姐的留给她的一片心意。那要是到了秦国怎么办？我是王后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总不能这些事情还要你亲自动手。就算你肯，我还不肯呢。秦国后宫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还不知怎么笑话我们。后宫里的人都是这样攀高踩低的，想想真是没趣。公主，殷公主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哟，你们都在呢。我还说呢，这舒妹妹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得多忙啊。且不说陪嫁中的那些摆设、器具、书籍、珠宝首饰、乐器药材，光那4季的衣裳就得有好几车吧。秦国啊，那地方冬天特别的冷，舒妹妹得把银鼠皮和灰鼠皮的大袄多拿上2件，免得受冻。我的嫁妆由母后定夺，殷姐姐还是多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可不是，我那儿也乱成一锅粥了。说起来，我比妹妹还有早出嫁1个时辰呢。这是皇族族长和威后根据大祭司问卜神庙的结果定下的吉时。这不，陪嫁的单子也有了，光金银玉石、玛瑙沉香的手串、手镯子就有好几大盘子，再加上项圈、耳环、凤钗什么的，一样样的看过来，看得我头直疼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在乎那些东西。子歇的父母过世早，家里头的事情都是由他们族长做主。皇家在楚国虽然没有过去的花团锦簇，但排场仍旧得撑着。我的嫁妆带过去，还不都是便宜了别人？殷姐姐若没别的事，忙你自己的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出来散散心的。灵儿，在，帮着珍珠给我烹壶茶去。是。如今啊，我才真的相信，人是天生有命的。像妹妹你，就是荣华富贵，要当一国之后的命。像我呢，就是相夫教子，若夫君能加官进爵，我也就跟着享福的命。可也有的人啊，生下来就是贱，再张狂，也只能跟他娘亲一样，给人当个陪嫁硬使。你说，这老天怎么那么公平啊？珊瑚，你进来。我记得前段日子给舒公主做过不少香丸，你把她找来，用香炉把这里好好熏一熏。是。月妹妹，要不你我一起去园子里走走吧？这屋子里的污秽之气实在是太重了。哎呦，可不是，快走。走，走。母后，母后找我。舒儿来了。快，坐到母后身边来。母后方才在想什么？想母后年轻时出嫁的情形。母后当年出嫁的时候，一定是美人儿。女儿家出嫁，衣衫光鲜，满心希冀，哪个不是美人儿？母后当年和你此时是一个样子，半点不知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苦楚。舒儿感激母后养育之恩。舒儿即将远嫁秦国，那里不似楚国，没有母后和大王为你遮风挡雨，万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话我不得不叮嘱你。这几日我特别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后宫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后是魏国公主，
随王后一起嫁入后宫的，还有她的亲妹妹魏延和她的一个族妹。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华托付给王后抚养。这位公子华现在在众人眼中已是准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经升为夫人位分，大权在握。我担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母后放心，秦王已经答应舒儿，要庇护舒儿一辈子。有秦王庇护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况枕边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母后，好了，眼下多说无用。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母后的苦心。蓉儿再有2、3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，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已无力抚养小冉。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，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裴家应氏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。葵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葵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葵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了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葵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玳瑁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仆，所以我心里有个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说。微后要是这么想，就把婢子当外人了。舒儿要出嫁，我心里总是不大放心。她过于天真，心性纯良，要远嫁那虎狼之妻，我担心她不是那些后宫之人的对手。微后是打算找个心腹跟着舒公主去秦国，好助她一臂之力。正是。微后既有此意，玳瑁在所不辞。你真的愿意去？玳瑁从小入宫跟随微后，家人受尽微后恩典与责，婢子的性命都是微后的，只要微后肯放心，婢子一定竭尽全力保舒公主在秦宫平安。有你同去，我在楚宫也能睡几日安稳觉了。其实让你去，我是一举两得。我已经对那贱人做了安排，万一他没死在路上，到了秦国，说不定哪日他会成为舒儿的克星，到那时就要靠你见机行事了。婢子明白。殷公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请。殷公主，
伯，怎么不见黄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哎，公主，也好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夫君为何背对着我？夫君，姑母怎的好糊涂啊！竟然叫侄儿夫君。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，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。蠢猪，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啊！怎么能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公主闪开！公主，怎么回事？拜。再拜。三拜。贱人！干嘛呀？贱人！放肆！芈茵，贱人！嫡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替芈茵做主，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。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诉我，皇协到底去哪里了？皇协是在与芈茵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皇协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与舒儿在一起，皇协走了，去追那皇协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皇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与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，皇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，强按牛头喝水，得子结果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秦国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！母后，今日是舒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茵哭闹搅场，母后又要扣下舒儿的陪嫁应试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罢了。舒儿，月妹妹不走，舒儿也不走。舒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皇协悔婚是小事，楚秦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，
眼下没有证据证明黄邪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依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刻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印许给黄邪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威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，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。 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舒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。 做娘的一片苦心，母后，母后姐请放心，舒儿到了秦国，会擅自珍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舒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在这哭闹真是丧气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为后不可以放过那个贱人！放心，你和冉帝路上要保重，还有贵姑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在宫里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会忍，千万要小心威后那边。只要熬到分封，有了你自己的立脚之地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等到分封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都接回来。只是这一去，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魁姑，我就揍他。小冉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久等了，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，起来吧。保重，保重。走吧。
襄城守将唐遂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，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送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岳公主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嗯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。我这心里乱乱的，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，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姬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，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，便知道了。你谁啊？老夫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
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，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伯，老伯。老伯，老伯，老伯！大胆狂徒！慢！踏进去！咎由自取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林公主，两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。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，可是唐将军的堂兄？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他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
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……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的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玳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。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，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。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。我想了一夜，昨晚之事绝非意外。我心里有数，那堂妹突然上门，只怕就是好心来报信的。难道还是韦后？是他，也可能是别人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可现今……我只好盼着赶快到武关，到了那儿就有着落了。黄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关城。
此处已是楚秦交界，末将只能护送公主至此。请公主擅自珍重，一路安泰。 之土带在身上，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是啊，谁是家乡好，越是故